歡迎大家收睇20歲全職地下偶像的一天。呢一隻係全屋企最可愛嘅生物體，呢個係每一次都會出門口拎嘅熱水。今日冇咁快啲嗎？今日行程有啲複雜。其實咧就好想食蟹子沙律啦，所以咧今日咁啱早咗起身就出咗去。我就係為咗佢而嚟噶啦呀！雖然我唔食海鮮，但我仍然都係好中意食壽司。時間差唔多啦，醫生已經食完晏晝飯，我哋而家去睇醫生。之前咧買咗300蚊嘅燒賣券，今日到期啦，所以咧今日就一口氣去換咗啦。而且咧今次去呢間咧，仲要係一杯一杯。今日係準時補報日啦，因為咧我哋最近有成員要畢業啦，所以我哋就要重新調整過呢個新體制嘅就位。頑張ります。仲有尋日買嘅蛋糕耶，收工。おやすみなさい。呢個就係我嘅一日啦。